真欢喜，带着较无的心，欢喜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伊。咱今是好会，两场合作一会，咱对9点开始。头前有15分钟，咱有祈祷的时间，也有敬拜的时间。愿主来祝福咱大家，咱有备咱的心来调见上帝。咱来唱这首的诗歌，主愿我单属你。来到主的面前，愿主的听来充满咱。无论你在世间上，你有着什么苦难，总是主的听会成做咱的帮衬。我的心，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听来听我，予我心都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予我心全然属你。我的主，我心爱你，主我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听来听我，予我心多多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予我心全然属你。感谢主，互咱人成做伊的囝儿。你有珍惜这款的福分无？这是我邀请咱兄弟姊妹，为着你会当成做上帝囝儿献上你的感谢。求主良回互咱对伊起初的听，还能有个心、有个情来敬拜主，咱开声来祈祷。最后，所感谢到你，求你灵来充满伫阮的中间。最后，所你来祝福阮，让成做你的囝儿。主啊，阮献上阮的感谢，愿主你灵要来充满阮，互阮知影要安怎用阮的听来回应你的听。最后，所互阮能知影，阮若成做你的囝儿了，阮要恢复持守起初的听。愿主你用来充满伫阮兄弟姊妹的当中，愿主来充满阮，保守阮，看顾阮，就最后感谢阿罗你，愿感谢你。我的主，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听来听我，予我心多多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予我心全然。哦，耶稣，我需要你。哦，耶稣，我需要你，锻炼我，完全属你。愿你听来望着我，予
耶稣，我需要你。咱刷接来祈祷，求主上帝赐了较无谦卑的灵伫咱的中间，互咱有谦卑的心，会当听主的声音。求主上帝来帮助阮，来认证咱的性命，会当更较亲像耶稣基督。你伫主的面前，你爱向主来祈祷，求主来谦卑咱，来帮助阮，来认证阮。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所感谢到你的灵要充满伫阮的中间，所以阮感谢你，感谢你，求你来帮助阮，求你保守看顾阮，愿主你来请做阮的帮助，互阮有谦卑的心，有较无灵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帮助阮，会当领受你的话语，来帮助阮改变阮的性命，阮的感受着，求主你帮助阮，互阮较无的心伫阮中间，所以感谢到你，所以感谢你，所以感谢你，求你灵来充满伫阮的中间。来改变阮，将做阮的生命。主啊，所感谢你。主耶稣，我们谢谢要赞美你。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呼召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所以我们要献上感谢，因为这是何等大的福分，让我们一生能够与你同行。主耶稣，你的灵来充满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有渴慕的心，有谦卑的灵，来领受你的话语。主耶稣，你要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也来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部分必须要你来调整我们的，你来帮助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个愿意的心，再次来到你的面前，被你所雕塑。我们要谢谢你，要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唱这首诗歌，从早晨到夜晚，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从早晨到夜晚，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主耶稣，我们要称颂你的名，哈利路亚。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我们来看一段经节，记载在诗篇第42篇11节跟第8节，我们一起来念：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为我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芒，是我的上帝。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上帝。是的，我们的生命有主与我们同在。你的心为何忧闷呢？你要喜乐，因为白昼耶和华要向我们施慈爱，黑夜我们要用歌词来祷告颂赞我们是我们生命的上帝。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再唱一次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主要常常与你同在，成为你的保守。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
们一起来为你，上帝为你所预备的牧师、长执，还有小组长，以及教会的弟兄姐妹献上感谢，因为这是上帝在你生命当中为你预备的最好的福分，成为你生命的帮助者。那我们一起来为我们在你上帝为你预备了这些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我们也为教会、我们的服事团队，还有我们的牧区小组来祷告，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人人爱服事、爱传福音、分享爱的教会。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将你慈爱的牧者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求你来持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爱主的教会，让我们的团队能够成为一个喜悦的团队，让我们的牧区小组能够一个分享爱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你，我们谢谢，要赞美你，主，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爱的教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从早晨到夜晚。从早晨到夜晚，是的，主耶稣，你常常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接下来，我们为我们的台湾，我们所爱的台湾的祷告，让我们的台湾的疫情，还有我们的台湾的安全来献上我们祷告。特别，我们今天也为了濒临战争的乌克兰祷告，求主耶稣赐下和平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次台湾的平安。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台湾的疫情在当中责任你保守看顾。主，我们求你来帮助这个世界不受这些战争的患难。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谢谢要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说，我们献上感谢，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为我们遇到许多好的朋友、好的弟兄姐妹，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所以说，我们为这样献上我们的感谢。所以说，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台湾在这疫情当中，在这个国际诡谲多变的当中，在许多的国家威胁当中，所以说你成我们的台湾的帮助。所以我们要谢谢，要赞美你，因为说你祝福我们台湾的神。所以我们求你的帮助，乌克兰这个地方不受战争的骚扰，让人民得到保守跟看顾。所以我们献上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从早晨到夜晚，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我的主爱你，我的主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哈利路亚。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
起开口为今天的聚会来献上我们祷告。今天是我们教会的合会，愿主耶稣赐下丰盛的灵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为我们今天牧师的祷告献上我们的祷告。主耶稣，求你的话语就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开口为我们今天的聚会献上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要赞美你，主，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恩典当中，主，我们谢谢你，叫你降下到我们当中，主，我们谢谢要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求帮助，让我们能领受你的话语。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愿你灵充满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主耶稣，透过牧师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愿你来充满在我们敬拜当中。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主耶稣，哈利路亚。神的子民，我们一起来敬拜主耶稣，用喜乐心来赞美主，哈利路亚。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神的子民，我们一起来赞美主。热切期盼，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献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哈利路亚！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在这里，哈利路亚！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的自由因信无自己。西山到海信息，天地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哈利路亚！更加赞美你。
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是古早、现在直到永远的全能上帝。主，你也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愿这时你的灵来充满阮，赐了你的话语、你的医治甲安慰伫阮的中间。既然有身体病痛、心心软弱的，拢得到你医治甲头放。主，你有用讲，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相信就通得到。愿阮拢通得到这款的福分，一生有主三角行。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恩典是要白白予人。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要称罪义，他若吹来圣灵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罪义，他若吹来圣灵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咱，所讲你相信就要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罪义，他若吹来圣灵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罪义，他若吹来圣灵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咱，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对你宝座顶献给忧歌，我能力敬拜阿乐，古早天在地高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做伫宝座顶尊贵忧歌，我能力敬拜阿乐，阿乐尊贵荣耀冠冕，龙归你的高永远。
这点献给耶和华。我你敬拜阿拉，我在现在的高原湾，只有你是全能上帝。最的宝座顶尊贵有个，我们的敬拜阿拉，阿拉做归荣耀冠冕，龙归地里的羔羊王。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的羔羊王，万王的王，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万主的主，只有你抗敌敬拜甲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的羔羊王，我们高举你生命的羔羊王。上帝最远代代帮赞，也最将来恒望。红岸相别大雁空台，永定安稳所在。全年保守耶苗的民，心头飘起安心。上帝成就高了堂口，最万稳当保。我要为写作已经，谁要为应现。你对眼望就是上帝，孤灯有人不变。对你来看，虽然千里，亲像归了亲密。这是灵意实在真的，希望你过就会，公因的归，亲像大水，已经可以捞起。光明富贵万年民望，实在拢是康康。上帝最远代代帮赞，各最将来恒望。拄着艰苦求你照顾，最愿永远问候。阿门。慈悲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你的圣日，互阮正受恩的囝儿通自即伫你的面前，阮同心敬拜，同心学乐，愿要做伙领受你对天顶来的恩典甲祝福。主啊，你是阮世间每一个人代代帮赞，因为阮
将来愿望也是在于你。阿门。求你，互阮开启心灵的目睭，看见上帝你的大权能甲恩典。阮一生就要行伫你保护、照顾、引带、祝福的道路。愿上帝保守阮今仔日伫寒流来时，阮大人有你所享受的平安、健康甲喜乐。也互阮对主你的话领受到你的启示甲开力。阮今仔日要举行会员好会，也求上帝互阮通过这个会，将过去一年所做的工，行做一个宝贝的礼物，奉献伫主你的面前。主啊，阮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三甲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启应，咱即时大家做伙来启应，伫启应文18篇和诗篇64篇，我来应。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的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笑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的人拢称赞你。土地有新山五国，愿上帝赐福互阮。咱即时做位阿头来祈祷。阮在高天之上，爱阮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世界万物、全能的真神。阮要感谢阿罗你，因为你的大能甲大爱，望你的旨意，互阮行过一年平安的路程，甲疫情，互阮得到安慰甲富足。亲爱的父神，我们愿意凡事先感谢、赞美你，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来赞美你。帮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赞美你，求父神，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使我们常常默想你的慈爱恩典，你的荣耀作为，帮助我们从内心深处发出至诚的感谢赞美。今日是咱定期会员好会重要一天，是信用生命的传承，借着一年一年度的好会。会当互咱教会兄弟姊妹了解到教会的事工，跟对着先人的脚步，宣扬基督的福音，嘛会当互咱属灵的囡仔留来信仰的生命的模范，嘛会当培养咱后一代承接事工热心传道的后代。求主降下你同在的恩膏，在每一个事工中，让我们得着你的启示与智慧。能在我们服事岗位上各尽其职，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每一块肢体都很重要，求主赐给我们合一的灵，让基督的爱成型在我们身上，也让我们能够一起在教会的意向上、真道上与主有份。我们的恳求甲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做位恭受上帝的话，咱记载的圣经节，离提摩太前书第3章14节到16节，第2位记载伫哥罗西书第1章27节到29节。咱今日用台语读一解了，搁用华语来读一解。
我毋茫真紧着要去你遐，毋过行了较慢到。我先写即张批，互你知，踮伫咱上帝的家，得安怎生活。即个家就是生活，上帝的教会，也就是真理的条则甲地基。大家拢相信，咱的信仰的奥秘是遐尔大。基督显现做人，神神形体做义，对天使出现，伫万众中宣扬，世间人相信，就接纳入荣耀。第二位，哥罗西书第1章27节到29节，上帝要互因知影，伊为着外邦人所准备的奥秘，是遐尔丰富佮荣耀。这个奥秘是基督伫恁内面，伊是恁分享上帝荣耀的愿望。所以，阮对所有人宣扬基督，用逐款的智慧来劝诫佮教示众人，通互所有伫基督内面诚做诚实的人献互上帝。为着这个目的，我靠基督伫我内面运作的大能力，尽力佮拍拼。咱这是用华语做伙来读。提摩太前书第3章14到第16节，我面写这封信，一面希望快点来看你。如果耽搁了，这封信要告诉你，我们的上帝的家应该怎样生活。这个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是真理柱石的基础。大家都宣认，我们信仰的奥秘是多么高深。它以人的形体显现，由圣灵证明为义，被天使们看见。它被万邦传扬，被世人信仰，被接到天上。那第二个部分是在哥罗西书的第1章27到29节。来，我们一起来。上帝的计划是叫他的子民知道，这丰盛的荣耀的奥秘是要显示给全人类的。这奥秘是基督在你们生命里，也就是说，你们要分享上帝的荣耀。因此，我们要向所有的人传扬基督，用各式智慧劝诫教导大家。我们要把每一个人带到上帝面前，使他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为了这个目的，我运用基督赐给我们的大能力，不辞劳苦，竭力工作。献诗，咱邀请着咱圣歌队来献诗。献诗的诗篇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献诗刷了时阵，咱请牧师来敬德，敬德的巴士对教会时代的见证。
咱做用拍扑啊来学到上帝，感谢圣歌队带咱来同心敬拜上帝。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伫即个寒流来，拄啊今仔日上寒的时阵吼，做伙组织来上帝殿，大家人无受阻挡，欢喜组织啊，这是上帝互咱的快乐甲恩典。今仔日咱要举行即个好会吼，下半段啊，所以咱做兄弟第一场甲第二场咱做伙啊，台语甲华语啊甲做伙啊，这是咱台湾现在社会啊真正常的现象。换句话说，你说华语，我回台语，大家都很习惯哈。啊，牧师今天要分享主的话啊，主要以台语为主，但是有一些经文我们用华语来读。愿神啊，通过他的话，得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力量。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先来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你随时用圣灵的力量在提醒我们，让我们从经历的事情、所读的书、看的话语，了解神的旨意。也愿神透过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得到美好的学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的主题叫做教会对时代的见证。咱有读两位圣经节，头一位是提摩太前书第3章14节到16节。这段经文呢，就是咱知影这个使徒保罗伊要去教导提摩太，伊的等于伊的学生啦吼，他的学生在牧养的教会之前，他先写了一封信。咱知影早期伫2000年前，迄个交通是足无方便的，人要刷叮当嘛，毋是安尼简单。但是伊真得意，就是先写一张批来去互伊的学生，甲伊讲，我去要甲你帮忙，但是呢，现在你真重要，有几项代志你要注意。这是这张批其中的一段吼。伊讲我毋望真紧就会到你遐，毋望吼。今仔日咱台北来回吼，2届拢无问题啦。但是较早吼，讲我毋望紧紧，毋知偌久。伊讲，毋过行了较慢到，安尼表示吼，迄个时间真歹按就对啦。路中到底拄着啥物困难，迄嘛毋知，无一定到袂到嘛，无一定吼。伊讲我先写一张批，互你通知影咱的上帝的家要安怎生活。互即个少年的传教者，互即个少年的传道的工人，会晓知影讲要安怎治理即个教会即个家。伊讲家表示讲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属灵的家庭。伊讲即个家是啥物呢？就是真我上帝的教会，也就是真理的调教甲地基。保罗先生甲教会定义真清楚，这是上帝的教会，是真理的调教甲地基。讲而且安怎呢？大家拢宣认咱信仰的奥秘是遐尼大，偌尼大。偌尼大是大到什么程度？伊讲，基督显现做人，圣神认定做义，对天使出现，伫万邦中受宣扬，世间人相信，受接纳入荣耀。保罗先生甲整个信仰，甲伊纳入去几句话若定，讲基督原来是天顶是上帝，伊降临伫地面上做人。圣神互人看见这是事实，这是义，是正确，是无错误的。讲对天使出现，天使开力帮助咱伫万邦的中间，伫世间人的中间，伫历代的中间，咱大家来做宣扬这个真理，互世间人相信，然后受接纳入伫迄个荣耀，就是迄个真正迄光辉、恩典甲祝福。这是保罗写互伊的学生提摩太所讲的，迄个教会是迄个真理的调教，是上帝的教会安尼。另外第二段经文就是哥罗西书1章27节到29节，犹原是保罗先生所讲的。伊讲上帝要互因知影，伊为着外邦人所准备的奥秘是偌尼丰富佮荣耀。
意思是讲上帝毋是干那拣选以色列人，也毋是只干那拣着伊疼的人安尼来听，伊是讲为着所有的人，啊，所讲外邦人，因为当时迄个时代，外邦人毋是也是民族的问题，啊嘛是无共款信仰的人，啊，伊讲准备是丰富佮荣耀，啊，即个奥秘是啥物呢？就是讲基督的气力会入去咱的心。基督的能力会入去咱逐个人的内面，啊，咱就会当分享上帝荣耀，甲上帝愿望。为着要即个目的啦，意思讲，互逐人有领受即个祝福嘛，领受着即个荣耀嘛，领受着即个愿望嘛。啊，保罗伊讲我要安怎做？讲阮对所有的人宣扬基督，伊毋是讲对因的犹太人尔，伊是为所有的人来宣扬。佮讲用逐款的智慧来劝解，佮教示正人。逐款的智慧就是18般的武艺嘛。吼，咱有时用讲话，有时用唱歌，有用图片的吼。啊，现在佮较侪的媒体，就是为着要互人明白即个奥秘。伊讲通互所有伫基督内面诚侪成熟的人来献互上帝。意思是，遮个人拢会当佮较清楚认捌上帝，啊来入去上帝内面。伊讲为着即个目的，我靠基督伫我的内面运作的大能力，真力在拍拼。保罗伊真谦卑啦，伊无讲哦，我家己吼啊真有才调，我知识真好，我的能力真悬，啊所以我家己有法度通做开力。伊毋是伊讲是基督点伫我内面，意思是伊知影伊较外厚都无法度通掌握一切，所以基督的能力伫我内面，若是勇气互你，智慧互你。口才互你，信心互你，包括拄着困难甲挫折的时阵，无伫迄个所在倒退。伊讲我安尼尽力咧拍拼。啊，这是兄弟姊妹，咱读的即两段经文是啥物目的呢？是为着要互咱今仔日咱咧开会员好会啦。我望通过即两段经节，咱大家佫建立一个清楚的蓝图，啊，甲咱的自信，就是。咱伫旧年有提出教会起造，也是讲即个教会，咱有一个宣言就对啦。咱的目标是啥物？咱的基础是啥物？基石，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社会所建立的基础，我们的宣告是什么？啊，所以咱知影讲，教会伫咱福祥教会专备的建造的意向，会记哩咱。旧年捌做即款的描述，啊，伫咱的合会手册嘛印出来，啊，咱佫做一个复习啦吼。讲咱求上帝帮助咱福祥教会是啥物？第一是永生上帝家真理的调酒。福祥教会徛起伫遮，伫台南遐尼大的社区内底，即间建筑物放伫遮，到底是啥物意思？目的是为着啥物？咱为着要见证遮是上帝的家，啊是真理的调酒。咱要互人知影，伫圣经的真理会通透过福祥教会来甲伊宣扬出去。第二个，咱的基础甲目标是讲，咱福祥教会几啊百个兄弟姊妹，咱是一间活出疼的健康的教会，毋是来遮闹热自己活动就好，是咱兄弟姊妹互相相疼，也将疼分享到伫咱的社区。互咱即个社会充满着和谐，啊，大家兄弟姊妹相疼，是一款健康的教会。第三项就是学习拄则保罗所讲的，讲我要尽力用我的智慧宣扬出去，就是要积极传福音的教会。第四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咱遮灵命意思是，我的信仰非常的清楚明白，而且我会通对众人见证讲，我信主了后。我信耶稣了后，我心内何等的平安，我何等的喜乐，啊，我安怎互人看见？我这个人伫生活中，我们在平常的工作、家庭、邻居，看见我这个人，就能看见上帝的真理跟福音。第五是咱代代温度培育的教会，啊，所以伫即款的。目标的下面，咱看见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
1985年，1985年有通过一个信仰告白。咱平常时有时牧师就任咯，因为信仰告白较长，所以咱平常时有时伫教会内底无定定咧念，但是内面有真丰富的内容。其中呢有一段是咧讲教会啦。讲教会是啥物？咱来做一点学习啦华语的我们请华语的弟兄姐妹来读一遍，好不好？预备，来，我们信子民的团契，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据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好，这一段就是我们的信仰教育里面提到了我们教会，尤其是在台湾的教会，到底是做什么？我们要自我定义，明白我们的角色。那这段话就是在提起教会它的意义、它的功能。那台语的换即摆换台语的兄弟来读一遍来用台语念白来。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搁定根伫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愿望的记号。这是规篇的信仰告白内面的其中一段啦，顶段有讲到上帝。耶稣基督圣神，搁来讲到教会，搁有一段是讲到社会安尼当咱就甲伊简单来做一个整理啦做一个浓缩伊讲，伫咱台湾基督教会所宣告的教会的个信仰，第一，讲咱即个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体，意思是咱拢共信上帝。咱拢领受上帝祝福，所以个百姓，大家伫各地啦伫市内、伫乡间、伫山顶、伫海边，咱大家做伙组织，即个团契就是大家三角组织，即个有机体啦，毋是一个临时大家活来也无咧相捌的是大家都做伙，大家三听的一个组织安尼。第二真重要是讲，咱的教会是啥物？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毋是啥物人有亏力通拯救，是耶稣基督的拯救。迄是生命的拯救，是恩典的拯救，是咱灵魂的拯救。伊佫讲，咱的教会是做和解的使者。咱的教会毋是要带来冲突、带来战争、带来社会迄款的对立甲摩擦，咱是要做和解的使者。伫社会中间，互人看见咱的努力，即个社会搁较和谐，大家搁较平安。而且，即个教会是啥物呢？伊咧讲教会是普世，因为全世界几十亿个基督徒，咱可能拢无相捌，但是咱共同相信三位体的上帝。所以是全世界若有奉伊的名组织的所在，拢是教会。但是又搁是真本地，我。来讲起着全世界的教会非常的安尼足有信心足心内足骄傲足欢喜。但是这遐尼快，你要哪去出力的？是因为你伫你家己在地的所在，足在地化的，足认同伫即个所在，安尼你所做的就会产生效果。最后一段特别讲起着咱教会。即个特色是咱的角色，就是讲教会是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听甲受苦，成做愿望的记号。认同所有的住民，所以表示台湾社会2000多万的百姓，拢是咱认同的对象。检查因的理念、因的想法、因的文化讲话拢无相共。特别是最近这几十年，有真侪新住民入来咱中间，咱教会就爱拍开迄个足恶迄款的观念，
咱来接纳所有的子民。啊，通过啥物呢？会当互因诚侪问记号，就是你爱有疼甲受苦。你若甲用口头讲吼，啊人无甲你信到啦，是你通过爱跟受苦，让他们知道你真正是关心着他，真正是爱他，而且愿意为他们受苦。啊，这是咱台湾基督天主教会伫1985年，已经几十冬啊，的一个对教会的一个理念。啊，当今仔日咱要开会员和会，牧师搁一遍呼吁大家，我们要活出富强教会。在台南有好几十间甚至几百间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要坚守住这样的原则，这样的一个遵循的方法，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第一个，我们刚刚有提到，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教会是属灵的大家庭，所以富强人要活出爱，分享爱的见证。既然这是上帝的家吼，不是你的家，我的家。吼，咱大家人家己有家己的厝嘛，有的人因的兜装潢整理安尼有即个特色，有的因的兜无共款。但是咱伫上帝的家，咱上重要的特色就是讲，这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咱富强的人爱活出疼，分享疼的见证。这边有一段经文是《使徒行传》2章46到47节啦吼。这条经文是咧讲起着初代教会因安怎做，咱都讲要活出疼嘛吼。他们怎么做呢？伊讲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圣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因为他们有这款疼的氛围大家互相无分彼此所以呢。因得到众人的喜爱，因毋是讲因口头讲偌济精彩的言论呢，是因安尼做得到众人的欢喜，讲主就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啦。然后咱拄则读的提摩太3章15节，伊讲你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应当怎么样行，这个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基石和根基。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富强内的人爱活出丰盛的生命，伫生活中做活活的见证，互人领受上帝的恩典甲大慈爱。意思是咱要甲人讲信耶稣有偌好吼，信上帝有啥物帮助？你本身爱活出这个见证嘛。今年咱教会的主题，你丰盛生命活见证，你就伫你迄个喜乐的生命。充满着有意义的生命中间，互人看见上帝的疼。伫约翰福音10章这个所在有讲起着，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主耶稣来，他说：“我是要让大家得生命，而且不是普通的生命，是得了更丰盛的生命。”在约翰福音12章25节。耶稣有对生命的诠释了哈，到底你说的生命是什么？是活着就是生命吗？或是你会吃会喝会睡就是生命吗？主耶稣对生命的诠释，让我们眼睛一亮，而且让我们觉得好像有一点冲突，会思索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曾经说过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看起来这段话，聪明的人一定会觉得说，好像很矛盾文词好像互相对抗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不会一看了就把它丢掉，说这个根本文词不通，不会，所以你要靠你的属灵的眼光去看这段经文。有一个作家，他把这段经文做这样的解释，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他说，如果有人一直爱惜自己这个喜爱犯罪的小生命，紧抓不放，最后就无法获得永恒的生命。
换句话说，你只爱惜你现在看得见的这个小小的人生短暂的生命，甚至会堕落、会毁坏、会犯罪的生命，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得到那个永生、永恒的生命。他说：“但是在世界上，如果有某人开始恨恶自己爱患这的小生命，不惜放弃它，最后就会获得永恒的生命。”他用这样的话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恨恶生命是什么意思？不是讲厌世就对了哈，不是讲啊对这个世间哦无愿望啊足失志的，不是啦，是看见自己的不足跟软弱，所以好像是用一种严格的态度去对待它，然后是为了得着一个永生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我之前看了一本书哈，有提到有一个作家哈，这个作家刚好是在我们陈总统的时代担任过政务官，他很年轻就写小说，而且写很多政论，好像他的心思里面就充满对社会的关怀正义，他也很喜欢到原住民的部落去那边做服务。有一段时间，他也很认真在研究佛法，还写禅的书了哈。不过后来，他从政治的岗位退下来之后，因为他发现说台湾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他说台湾人最需要的是心灵的革命。心灵如果不改变，靠政治的力量，靠这个社会的力量还不够，是要心灵从彻底去改变它。所以呢，他曾经在屏东很多的天主堂去参观的时候，他每次他说进到礼拜堂里面，他就心中好像很大很大的一种触动，好像被电到一样，甚至坐在空荡荡的礼拜堂，但是那个礼拜堂是有一个原住民的神父所设计的，里面充满的非常非常的虔诚安静。他说每次在里面的时候就会流泪，就好像被电触到一样。所以后来他在2019年就在台中一个牧师给他施洗了。在描述说他在施洗的当下他整个痛哭流泪。他知道说他一生他现在60几岁了，他说一生努力在各方面打拼，他发现说台湾人如果不从心灵去得到更改更新，我们人所努力的实在很有限，所以他现在很热心的推动所谓的心灵的一个陶冶跟改变。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个小故事知道说，人在追求世上的成就，并不一定能满足自己，但是从心灵上得到属灵的改变，那才是永久的。约翰3书1章2节，他这样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兄弟啊，我爱你凡事兴盛啦吼，你逐项拢有祝福，身体勇健，凡事兴盛，你的灵魂兴盛安尼。”第三个，我们富强人要立志成为积极宣扬福音传扬真理的教会，做耶稣中心的门徒。刚刚我们读了哥罗西书1章28节，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第4项努力是我们富强人要遵从主耶稣的大诫命。大诫命是什么？就是爱的真谛嘛，爱的诫命嘛，就是爱主爱人嘛。我们要致力关怀社区，爱护扶助弱小，实践主的爱。在马太福音25章40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的。”耶稣用一个比喻来描述说，一个人他说有多爱耶稣他有为耶稣做多少事？他说一件事情就好，你要坐在
弟兄中最微小的一个，你只要坐在他身上，那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这款对上小上微细的兄弟中间来做，这是咱教会历代拢在努力的。咱对这个时代要做什么见证呢？牧师要分享一个咱长老教会的故事，就是伫这个1972年，咱长老教会发表对国事的声明甲建议，刚好是在1971年的12月29，打过啦吼，在咱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咱台湾东南北中逐位拢做一个纪念吼，一礼拜50天啦吼，拄啊50天，纪念发表50天。像这个我知影在座吼50岁以上的应该有一半吧吼，有一半安尼。如果50岁以下，你根本不知道当时的环境是怎么样。其实很简单哈，在这个纪念50周年的感恩礼拜当中，长老教会为什么会发表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好像不是针对内部的哦，是针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台湾的社会。当时做这样描述，是因为50年前，美国准备放弃台湾，尼克森总统要去中国访问。那我们都知道，后来就有发生了台湾跟美国断交，然后美国跟中国断交。因为在当时的国际的社会，我们觉得非常的危急呀，不知道台湾下一步要怎么办，因为已被逐出联合国。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发表了这一篇声明。这篇声明呢，其实只有2个很微小的希望，但是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震撼，整个台湾的社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大改变。第一个，我们是针对美国要去跟中国建交，所以我们跟国际社会表明说，根据上帝创造的原理，台湾这块土地就是我们台湾人的土地，所以台湾的前途要由台湾人自己来决定。就是这个很卑微的心声向国际的声明。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是一个比较集权的政府在管理。我们也对国内的政府建议，就是说希望中央民意代表能够全面改选。我说50岁以下的弟兄姐妹，你听牧师这么讲，你会觉得说这个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现在连总统都在直选的，但是你知道说50年前那一种氛围里面，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这些当时的牧者长老发表这篇声明呢，是抱着牺牲生命的态度。我记得当时我们的高俊明牧师他写了一份遗书，因为他知道说，在那种集权的社会，我们现在不要想象在台湾了哈，我们想象现在的中国，想象现在的北韩，你写的这篇文字会怎么样？自动被消失也不一定，所以他就写下了他自己的遗书，想说我如果真的遭遇不测，你们要怎么办？帮我怎么样？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整个台湾的社会，因为长老教会愿意走出来，我们已经走到绝路了，再不改变就来不及了。所以当时因为动员戡乱时期，整个台湾社会的国会的代表、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完全不用改选，就一直做。但是已经无法面对社会的挑战，
后来我们就陆续发布了我们的呼吁，还有人权宣言，也就进入到我们整个台湾社会一个民主运动大改革的时代。也许当时我们这些前辈他们发表了这个声明，他只是单纯的从信仰得到一个力量，说我们身为台湾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就是要对这个社会讲出我们的心声了，讲出我们的信念。你看现在50年之后，台湾被称许为全世界特别是亚洲民主的优等生。我们现在在努力看18岁能不能参加投票。你知道这些是经过多少前辈努力所得来的，牺牲了他们的生命，牺牲他们的青春，甚至牺牲了他们整个事业。期待我们透过这个国事声明，是在验证我们的信仰告白。今日台湾走向民主自由的见证，也实践了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成为盼望的记号。我们当初经历过，我们现在60岁以上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当初曾经努力过，也参与过。那现在所预备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整个社会的氛围，因为你曾经参与过，为这个社会做过见证，你会知道说这样的果实是上帝所赐福的。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台湾的社会更民主、更和平、更喜乐，让全世界人看见我们努力的成果。我们接下来要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圣诗了圣诗646首，然后咱要做伙来祈祷64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这是咱台湾的音乐家咱的基督徒音乐家萧泰然教授所写。咱的吟1节到20节就好，1节到20节就好。一个吟。做来吟。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带我向前日日进步。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求主耶稣施给我。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全力相求施给我。我爱真心做你学生，你若是阮亲像我。唱第2节。姊妹，咱要做耶稣基督的学生，咱甲主求讲，我要做主的学生，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全能圣手时刻保护，我会尽心做你学生，你大是阮亲手保护。兄弟姊妹，咱为着咱的教会，诚侪是一个上帝所祝福的教会，是一个建造全备以上的教会，活出疼的教会，健康的教会，积极传福音的教会，灵命丰盛的教会。咱奉主的名来祝福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诚侪耶稣基督的学生，有主亲手来做保护。第2项，咱为着
即个寒流来，求主来保守咱台湾的百姓，咱的即个社会，大家拢有平安甲健康。特别求主来固守咱，还伫疫情的危机的中间，台湾会当平安来度过，有一日会当擘开咱的喙暗，会当享受即个自由快乐的生活。咱求主赐开力、智慧、能力，互咱的执政者以及咱的国会的议员，互因为着台湾做美好的服侍。咱也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有病痛、有欠安、有肉体软弱的，求主施乐医治伫因的身上。咱也方便会当细声，也是开声，所以为着这事，咱同心来祈祷。慈悲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伫圣神伫阮中间，你的祝福也伫阮的中间。为上帝，阮求你扶持怜悯，啊，阮要做你学生，阮就勇敢有圣神的同在，耶稣基督会开力伫阮中间，啊，阮成做一个高举上帝公义真理的教会，成做一个活出疼的健康的教会，积极传福音的教会。主，阮求你保守，阮即个社会充满着主你的疼。阮伫疫情的中间，有主你的保护甲照顾，享受平安，享受快乐，享受信心，伫阮正人的中间，互即个社会会当恢复活力，恢复上帝你的祝福。感谢俄罗你。兄弟姊妹，伫遮牧师要招咱特别来做一个代祷哈，做一个代祷。今仔日咱有一位贵宾哈，就是咱的前总统，咱的陈水扁总统来到咱中间做敬拜上帝。咱来奉主的名来甲伊祝福，求主甲伊三甲同在。咱第一项为着伊过去8冬久领导咱台湾所经过的一切，咱献上感谢。求上帝将这个成果继续，互咱台湾有一个好的影响。第二，咱为着陈总统来祈祷，伊最近这几冬拢咧静养伊的身体，求上帝赏赐伊健康，也得到医生好的照顾，人搁较有活力，搁较健康，啊，生活搁得到上帝祝福。真欢喜，今日来到咱中间敬拜上帝，也愿主的真理，愿主的话真侪伊的开力。啊，咱也尝试为着咱的总统夫人来祈祷，因为伊久长病痛中，求上帝施乐医治。咱只是若方便，咱有缘开声，为着咱的陈总统来祝福祈祷，咱大家做开声。亲爱的主管上帝，感谢你恩待甲保守，你的圣神施恩赐福伫阮中间，你的大恩甲开力赏赐伫阮的中间，真欢喜。今日引带陈总统来到伫阮中间，来做敬拜上帝。主啊，这是你的恩典，这是你的福气，还有你赏赐的福气，求你保守伊。阮为着伊过去8年久来领导阮台湾这个国家，主啊，阮要见证上帝你的作为，你大恩伫的成就。主，你也保守伊身体在静养的中间，享受伊健康、平安、喜乐，特别做的话真侪伊的快乐甲信心。主，你也给你保守但总统夫人，互伊身躯欠安的中间，主你亲自保护看顾，使了恩典听读伫中间，感谢主。神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今仔日，陈总统来到伫阮中间，伊也是阮做兄弟姊妹中间的一个，伊也是你疼的囝儿。主啊，过去这段时间，伫伊身上，上帝你特别来操练伊，伫肉体上有拄着病痛，总是伊靠着上帝你的祝福、坚强的意志，在静养伊的身躯搁较健康。主，愿奉你的名来祝福伊，互伊人搁较有活力，搁较有信心，搁较有智慧，通成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求上帝你的话常常陪伴伊，圣经的真理、圣神的感动，互伊看见上帝救恩伫伊的身上，伫伊的家庭。主，愿求你也来保守总统夫人，伊伫少年时代就拄着车祸所引起的病痛。伫病床中，主啊，求你怜悯伊，看顾伊，
夫妻伊，互伊经过真侪人的照顾、医生的看护，人有健康、有喜乐、有平安。真感谢主，阮做伙伫遮敬拜上帝。所以上帝，你是阮的救主，上帝，你是阮恩典的主。求你将即款的恩典赏赐伫陈总统伊的家、伊的大大细细囝儿孙的中间，恩典疼痛甲因萨甲同在。伫你面前，阮谦卑感恩恳求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即时做伙来奉献。请会场起立，做伙来唱着奉献诗歌。请坐。各位兄弟，今日呢，伫咱小等的第2阶段要举行迄个会员好会吼。伫开会进前，我先做一个特别的介绍吼。咱大家拢足尊敬咱的前总统陈水扁总统。今仔日呢，伫咱迄个新老病老院长夫妇的陪伴，还有咱赵连生牧师吼义牧的陪伴，下面来咱中间参加礼拜吼。咱即时拍锣甲欢迎好无？来，陈总统。咱有一个小小的礼物要送你哈，一个小小的礼物要送你哈。好，我们送一个小礼物哈，好，谢谢。咱陈总统这几年中间，伊咧静养啦吼，毋过伊嘛足勇敢吼，常常发表一寡真好伊的一个理念吼。伊最近住伫咱台南吼，住伫咱台南所以咱的老院长甲伊熟悉，就甲伊邀请讲，阮的教会是富强教会，你招你来参加阮的礼拜好无？安尼，伊足欢喜吼，今日来甲咱参加。咱小等下呢，随要煞接就去一个好会，是咱会员大会就对啦吼。所以咱就无耽误因的时间，咱要请一两位长老陪伴因吼，恁会当先离开，咱伫楼骹有一个咖啡厅，食坐一下，安尼好无？咱真多谢赵连生牧师吼，搁咱的副院长、老院长，欢迎因吼，多谢。好，陈总统你先无闲吼，多谢多谢。咱煞接由咱的师会来做报告吼，师会来做报告。
咱首先先献开咱的周报纸啊，只要咱做伙来读本个月经句。那咱台语和华语拢来做伙读一解。你若无我可以，愿因欢喜，愿因欢喜出声，因为你只有因，搁愿遐疼惜命啊，拢因欢喜，身体OK。咱华语搁一解吼，凡投靠你的，时常欢呼，因为你庇护他们，又愿意你的人都投靠你欢心。好，我们先翻开周报的第2个、第3页哈。那下周的服事的施工表跟出席的部分，我们请会友自己看哈。那我们翻开周报的第4页肢体交通。那我们本会消息，那第1点的第5小点，那今天是召开我们的贺园合会，那爱心午餐，在跟心灵转角，我们今天暂停一次。那在整个结束之后呢，我们再向长子跟服事同工可以领取便当，也可以在我们3楼用餐之后再回家。那第2点呢，咱有要招开会员合会刷了吼，有小会部分，咱请小会员老婆。刷要离咱的2楼部分来召开小会。咱第3点的第1点哦，那有这禁食祷告哦，那在3月7号到4月5号，我们邀请我们富强的兄弟姐妹一起来参与。那要参与的哈，可以在我们的公布栏来做一个登记。那我们代祷团队这边有预备禁食祷告的一些书籍，那有需要的。可以跟我们的嘉荣干事来做一个登记。那第5点的第1点，我们富强教会的门徒学校已经开课了，在2月13号已经开课。那地点是在我们的那个2楼的教育中心哦。那每主日礼拜的9点到10点半。那后续还是可以继续的一个报名。那富强的一个门徒的第2集。好，那这个节部分会由我们谢牧师来联络我们学员跟开课的时间跟地点。再来就是我们本会这边有那个奖学金的部分，哦，那有符合申请奖学金资格的，我们可以跟我们谢成佑长老这边来索取表格来做填写。那报名的日期到3月6号截止。那再来就婚礼消息，我们的子兰小组子兰小组里面有绝佳新弟兄。跟汪家静姐妹在2月26号那举行这个就早上9点半举行这个订婚礼拜。那中午的时候会有宴客，在雅悦就是南纺雅悦的圣雅典餐厅这边来做一个举行。那有要参加的，我们可以跟在这个公布栏这边来做一个登记。那再来就是我们各区的一个团契消息跟关怀代祷事项中总会的一个消息。我们请会友自己来看。那个人的奉献明细登记在我们的周报的第7页到第8页。那在于这个部分有误的部分，我们再跟我们的财务同工来做一个登记。好，我们最后请牧师来做补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准备进入第2阶段，就是举行会员合会。我先做几个补充的报告了哈。第一个就是在周报里面我们看见因为疫情又慢慢有一点缓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放我们的饮食了我们的心灵转角还有我们的主日午餐会在3月就开放3月开放这样子。那等一下呢，因为我们要开会怕时间有耽搁了所以我们要预备便当给在这边参加的。那但是有些弟兄姐妹觉得说，我可能要这个不用领午餐或是说有事情要先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要想问一下我们已经在统计人数了不过如果说你不用领便当就要离开的，请举手一下可以吗？楼下跟楼上点名一下，有不要的这边有3位，来4位，楼下有4位还有没有？好，楼上，好，有看一下人数好，谢谢。
这些弟兄姐妹呢，我们原则上就请我们的同工记录下来，再看点现场的人数，记得还有我们的主日学老师，还有主日学小朋友都要算在内哦我们等一下在开会完，我们要来发便当会比较方便一点第二个我们现在要补发这个手册有没有谁没拿到手？我们请长职注意一下，没有领到这个手册的，我们开始同工帮忙来补发这个手册给大家，好不好？补发这个手册给大家。咱尽量无论你是会员或是不是会员，都鼓励恁留落来参加留下来了解我们教会的事工我们希望时间能够控制的非常顺利的来，没有拿到的举手发给你来，好，这边都没有拿到我们预备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的书记，我们教会的书记荣谦长老准备要来清点人数了，顺便报告我们目前会员的状况大概是几个人就能够成会现在要再做最后一个补充，就是你如果是名单手册拿到了，你的名单是放在不可抗力。换句话说，有时候你外出嘛，在外面工作读书或是在当兵，或是出国的今天有回来，这个叫不可抗力如果有回来，要把你加进来。请问其他人不要举手就是你名单在不可抗力的举手一下，有没有登录，或是给我们的长老登录一下，有没有？或是主动去找长老登录一下，说我有来就可以补进去好不好？唔知有人名单摕咱的荣谦长老无？有两位加两位进来有2位咱的出国读册的青年倒转来，老弟有无？要有1位，有2位你用纸写一下名单，交给我们的荣谦长要记录起来，没关系这样楼下有2位，楼上有几位？楼上刚有1位，好，那加3个，我们请荣谦长老记录一下。好，还没有拿到手册了吗？有没有？我们赶快把握时间把它开完卖耽误咱吃饭的时间好，现在呢，我们要请我们的楼上跟楼下的弟兄姐妹注意我们写长职负责来点名，有清点人数的同工吗？有准备好，现在我们在名单里面的成人会员，你若是讲咱的朋友、慕道友，或是汇集在外面的，我们就不用举手，好不好？好，请现在举手，我们请同工来点人数，来举手。来，同工赶快帮忙一区一区来点好，如果点到了可以放下来如果还没点到继续举手。会员会完那你会完。好，包括牧师也算1位来记录给我们后面程耀长老楼上请一个统计，志强长老帮我统计一下。拿麦克风有没有？麦克风来宣布一下人数那我们也请荣先生你先报告说我们成会数是多少，先给大家知道一下。咱目前包括3位不可抗力，拢总457位，457位。对，是咱的实际的人数啦要出席一半。牧师在做这个，我们在报告的时候，我们因为今天礼拜有直播啦我们准备要开会的时候就要停止直播了所以我们唔知有镜头，我唔知咱大声来话讲祝你平安，好不好？预备来，祝你平安。好，我们谢谢我们在网络上一起做礼拜的弟兄姐妹，我们准备要关掉这个网络直播了祝。